nó không nghĩ. Bố mẹ tôi năm nay 85 tuổi. Tôi đã có 2 người con. Khi về nhà thì tôi muốn gặp con tôi là người đầu tiên. Tôi tên là Bùi Thị Hòa. Tôi đến từ Quảng Ninh. Tôi có 5 chị em. Tôi tên là Phạm Thị Thu. Quê tôi ở Bắc Ninh và tôi đến từ Việt Nam. Cha mẹ tôi sinh ra được 6 anh em. 他们是别人的小孩，还是别人的父母？不管哪一个国家到台湾当那个义工，来台湾这么远，我自己想啦，能不能当他们自己是我的家人、兄弟姐妹，还是自己的小孩，关心他们、鼓励他们，就是希望就是大家来是尊重他们的。 Chào tất cả mọi người, mình là Trần Thị Hoa, mình sống tại thành phố Hòa Bình, tỉnh Hòa Bình. Hiện tại mình đang sống tại quận Đào Viên, Đài Loan. Mình có mở một quán tạp hóa. Nếu anh chị em nào có thời gian rảnh thì đến quán mình để mua đồ hay là về đến để tham khảo xem quán mình bán những mặt hàng gì nhé. Chào tất cả mọi người, xin cảm ơn. 香茅要几个？香茅还有对那个，这边1200哦，这边是250，这样1500啦。好，谢谢。我们每天都8点开，因为今天我女儿那个6日她都休息，那我就去帮忙出来开，我8点就出来。菜就是有泰国的、越南的，还有印尼、菲律宾的菜。 这个是泰国的那个人参，走。10块100，10块100。615，帮我换下来，谢谢。这边都是越南的饼干，哎，然后这个是有很特别的，就是腰果，越南的腰果。 真的，这个是卖的最好的，很好，真的很好吃。后面这一排是印尼的，印尼这个是粉，他们用恰的粉，这个最好卖的。然后大部分都是比较好卖的，我就挑起来卖。他们假如是来这边宿舍的啊，老板给他自己煮饭的，然后他们都是有来买锅子啊，还是这些那个。 放东西的小东西的，他们就是来这边买。我看到很多啊，一共他是来这边的赚钱的比较少，然后他们都很省啊，然后舍不得是买比较很贵的东西。那我店里想是哦，如果卖很贵的东西，比较效果不是很好的，然后我就是去那些比较普通的，刚刚好那个他们可以买的那个价钱，因为这边很多小工厂啊。 来这边的是大部分就是那个移工的来买比较多。这样可以吗？我来台湾大概8年了，现在我还在桃园，是在工厂里面上班，对。然后刚开始我选择台湾，就是我想是过来台湾赚钱，然后养家、养父母、养兄弟姐妹。 对，高中毕业就过来了。因为是我还没在越南上班，所以我不知道是在越南我可以赚多少。但是我会比我跟我朋友，一般是我在台湾可以赚到2倍
大概2.5万，但是那个还没扣那个中介费，然后吃饭那个钱，然后我们过来也要一定要什么花嘛，对，所以现在可以算大概2万，对。别的公司我不知道啊，但是我的公司我感觉还不错吧，因为我们过来是一定那个吃饭的钱，然后住的钱一定老板就没有扣这个钱，然后然后那个我们3年签好了，还要再签3年，他一定奖金会给我们涨高，然后基本的薪水也涨高，对。刚好100吗？哎好，这个点感恩啊。好，谢谢你，好，谢谢。就是有的他会跟我讲，就是老板对他不好，还是在公司的加那个没有什么工作，没有加班啊，就是钱比较少，因为他们来台湾的要花6500到7000的美金，就是算台币的27万了呢。因为跑掉的人就是什么都没有。因为你跑掉了，就是健保没有，你去看医生，你也不敢去看。就是我在台湾，我就是碰到很多的，如果逃跑移工的，很多原因就是为什么生病。嘿，你到哪里了？我在店里啊，我这边等你啊。好，好，谢谢，好，拜拜。就是礼拜1到礼拜5，我们都是正常的是4点到5点要起来，去接移工来自首。有时候我老公都是有休息，不一定的时间。礼拜5是礼拜1都不一样，然后他还是要出来一起帮忙，然后他们这边等我，就是我陪他们去很多地方，最远就是屏东、高雄那边。走。用你导航是我的，用你的就好了。几点到那边？7点多呢。等一下走八股路啊。对。阿德他有去台北啊，一样上的地方。他是去莺歌还有那个台北市，还有一个在杨梅。他去3个，我们去3个，有总共6个地方啊。然后我女婿就是接3个地方，我跟我老公是接3个地方，因为他们是不合法的移工，他们想回去的都需要我那个去接他们，带他们到那移民署自首啊。有的是在台北的附近的，有的是他们住得很远，就是哪一个地方有工作，他们就是去哪里这样子，不一定的那个地方啊。那你要带他们去自首，你怎么没有想说叫他们来找你就好？因为在路上他们会怕啊，他们会怕，如果是在路上的，就是警察会抓，还是移民署会抓到啊。他希望我们就是过来接他们帮忙，这样子比较安全啊。就是1个礼拜他休2天，因为他们有排休，然后我就是
有跟他讲说，能不能休到礼拜一，然后还有礼拜五，就是2天的，一个礼拜2天，就是一起跟我女婿还有我们团体的一起帮忙义工这样子。因为不能去庙开叉嘛，开始的时候是满多人啦，满多人侵机啦，是掠参日良因类吼，就是侵机的人跟咧跟多。本来上班我是休4天而已，我就来去讲嘛，我满因啦，我就抢岗嘛，好，就是说要载他的机会就比较多，他也不用去找别人来帮忙这样子，帮忙他开车，对对。我一次记得最远的地方是去到那个屏东的，好像竹田吧，竹田乡，应该说竹田乡。全台湾都没去的。台湾就是这么一点点，哎。那就是有肺炎的关系啊，他们都没有办法回去呀。对，因为真的是很怕啦，就是怕他们就是因为没有去打针嘛，然后都没有去看医生，他们是不合法的，他们什么都不敢。后来呢，就是咳嗽咳得很严重，还是那个疥疹得很严重，他们才那个打电话叫我是出来帮忙。有时候真的是很怕，前2年嘛，我们全部团体都疥疹呢，我们全部团体都疥疹呢。疥疹就是我跟我女婿了，去接人，然后疥疹回来那个就是我隔离，我老公也知道。Hello， 帮我拿护照回来哦。有哈，我怕你会忘记，因为礼拜一我要带他自首了。哦，拿好了吧？好，没问题。好，谢谢，好，感恩。哦，好，拜拜。谢谢。现在比较不好找工作了，因为这边现在的是移民署抓比较紧啊。他们找工作不好找，我帮他们都很久了，大概10年了。最多的是1天16个人，如果比较少的大概是2、3个，每天都有。然后他们都是看到 FB， 就是假如是我有帮过你，然后你就是介绍朋友，朋友介绍朋友这样子，然后他们都全部是用 FB 的跟电话的跟我联络这样。接到他们的时候，我就是其中就是台北跟苗栗，还有新竹，还有桃园这边，就是几个地方是移民署的，有几个地方附近的，我就去带他们去自首。然后自完手的有他们如果是有地方住，他说是回来本来的我去借的地方，我就带到回他们住的那边。如果没有地方住，就是我带回来我们团体的宿舍住。这一块。哎，这个是，这个很贵吗？这很贵吗？那个1斤80，猪肝可以给你。猪肝有吗？拿给我2块。啊？2个就好了。Alo. Ơi nói em. Giữa tháng 5 về thì bây giờ em đi đầu thú là được rồi. Thì mai em đi. Được không? Vứt gạo vào xong bỏ thịt sang bên nhà mẹ này. Tô lố mì à? 我昨天去那个哪里？去云林啊，去云林罢了，带去给那个义工他们吃。你们帮我带过去就好了，我用走路去可以了。
很累啊，每次都叫他们的整理的讲一下都一样。Khởi hôm qua không ai đổ rác à? Phải không? Bảo từ sáng đến giờ mà không làm dọn, bây giờ tận 9 giờ rưỡi đến giờ rồi. Lấy cái chổi, em mang cái chổi kia sang mà sao không lấy cái chổi mà quét? Chổi lúa ấy. 他们支手回去的，就是现在没有地方住，他们先住这边。算一下有几位？1、2、3。我算一下，因为那进驻的很多，因为以前比较少，1、2个我就带回去跟我家里一起住，然后后来我想就是这样子真的很麻烦，很麻烦是没办法，因为我刚出来帮忙的是家里还有一个不是很好的生活，还有一些困难的，然后就想说就是。一阵子先这样子。就咱已讲了吼，伊每个家庭都好像不太希望有不是私人因人员不下嘛。俺想法是讲，俺今年摸时，俺落来个土来不下，俺讲年南尾俺有糖摸，吼所以说那一阵子就是。有了解事情哦，西双为就是为让杠让杠了，就吵架的意思嘛，对吗？他就是想一个女生嘛，就是每天都很早就出门，很晚才回来。每个人都有家庭有小孩嘛，他也不愿意给我这样子做，因为他怕我假如每天去，如果生病了是谁照顾我？因为他还有上班。每天他自己讲，我感觉都很麻烦、很烦的这样子，然后就跟他吵架啊，我们都吵架。渐渐一段时间了，无安因人来参详聊，是讲就是找一个地方看能不能说另外注意建物你若讲你就因咧请你帮忙不然我们就是带他去我们那个租的地方。这样会比较好。1、2、3、4、5，总共上下的是10个床，10个床，一个床可以睡2个人。如果是人比较很多的，我们就是2、3、4楼还有房间。就这个人就是一样，我们团体的劳工，一个他是我们的团体的劳工，他是来这边帮忙做。然后我们这边是有2个床，就是医院的床，因为这个如果收上的要给他是示范，要给他高低的这样子。然后这个2个床是美花姐胡美花送的。乖。那刚过来的还要这样子抱，很小。怎么跑那么快？阿妈，讲阿妈。还不会。抱没？阿妈抱。对。拍手。11个月了，现在他是在学那个要用站的，用走路了，还要学讲话的这样子。叫宝贝叫什么那个随便叫不能怎么叫。哎呀，都是叫，他们都是乱叫通，喜欢叫什么就叫这样子。小孩子来我家里很多了，因为都是有妈妈，然后我就是用他帮他妈妈护照啊，小孩子护照办好就回去。就是他是第一个，就是发现这样子。移民署跟那个台北办事处呢，他们都有讲，如果没有他妈妈出现的，跟他越南那边的劳工啊，没有一个公文，就是可以带他回去越南那边，就是他就证明这个是他的老婆生的，然后这个是小孩子带到越南的，我们没办法办。这样很困难，不知道怎么办。求助越南政府。没办法，台北办事处是这样讲啊，没办法啊。我如果是真的没办法，我看今年想办法，就是看能不能就是送他到那个
有收养小孩的那个，很多地方都可以那个帮忙那个啊。对啊，因为舍不得是没办法，我自己的孙子我没办法照顾，我没买过牛奶给我孙子呢。对啊，讲真的啊。để rang băm ra để rang。我有跟他们讲，如果没有鸡肉跟我讲，还是没有鱼跟我讲，没有猪肉跟我讲，我去那个买补回来给他们这样子。这个米就是那个杨慧金姐姐他们团体送的，这是前几天她有送6包，这是300斤。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拿什么猪来，我就他们就煮什么啊。để con lấy đây, để cái này cập kênh lắm. 你们今天如果没有来，我就是要去接那个义工去驻守的。因为你们来，我都是叫我女婿跟我女儿帮我带他们去驻守，然后我是来这边跟他们一起煮饭去一起吃。我们还没结婚的时候，我有跟他想过，就是我跟你结婚，我还有3个小孩，一定想办法带我小孩过来这边跟我一起住。他也是很热心，就是想是带我女儿一起过来这边住。因为我跟他沟通，他还是一样，妈妈不要这么麻烦啦，就是我们简简单单的生活，不想那个麻烦，那上那个什么新闻什么那个是又麻烦这样子。因为我3个女儿，她不喜欢，就是照片啊、照相啊什么，通通都不喜欢。哎，cho thêm nước vào đây em ơi, cho thêm nước vào đây chị. 这个电费就是2个月啊，就是16000多。Thôi để với em, cơm đấy ăn thôi. Ăn đấy cơm thôi. 如果是水费的比较少了，几百块而已，大概2个月1000多。租金这栋是1个月4万块，对呀、这是没有算是的，就是算租跟那个电费的这样子。费用啊，费用就是我们有开2个店，然后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剩下的，就是帮忙缴这边的那个房租，没办法，政府没办法帮。因为他们都是不合法的移工驻守回来这边住，政府没办法帮忙这个，其他的单位都是帮忙米那些可以了，他们不会帮你缴房租的，一定的，对呀、你去帮我找那个一个那个煮那个那只嘛，那小的那小的哦。朋友的地啊，然后他是有看到我们帮忙很多移工的，然后他就是借那个地不用钱的，来种一些菜给那个我们移工室的。我在最南是住都市的，我不会种菜。然后后来就来台湾的为我们的同乡啊，我才慢慢的学来种菜。因为还有，如果是他们的移工啊，逃跑的移工来这边比较多年了，10几年还是10年，他有赚到一些钱，他有的偶尔会给，有的他回去说，哎，阿花姐，我给你5000块，是2000块、1000块，就是用这个钱来买菜给这边的人士，这样子。我们是赚钱剩下的，要是剩一些，我们就是能帮我们就是尽量帮，这样就是还可以挣啊，还不知道挣到什么时候才不敢讲，还可以挣啊。在越南那边，因为我看到很多困难的，我在越南那边都有帮忙了。最近的一趟就是我们到和平省，我家里到他那边的大概60公里，有我大姐，还有我三姐，还有大姐夫，还有那个三姐夫，我们都是一起去的。就是真的，他们是进去，你如果进去，真的是心很软的，真的是很疼他们的。有小孩子都没有衣服可以穿，
没有鞋子可以穿。老人家的啊，就是没有小孩子养的，还是有小孩的爸爸妈妈往生，然后他们用那个，我们就是这边的竹子的用那个是墙壁的，不是盖的房子，但是用竹子的当墙壁的这样子。真的，如果进去的，真的每个人都是心软，不是我一个人。我爸爸快往生的时候了，就是他有等我跟那个我是上面是四姐的，等我们2个回来，然后就是叫我们全部叫5个姐妹一起坐下来，然后我爸爸就讲说，现在有可能是我爸爸知道就是不会那个活了啦，就是想往生了，然后他就跟我们讲是，真的讲得很难过。就是他讲说那个是，如果是他没办法活的，就是一定要听我妈妈教话的，要讲什么要听妈妈的，因为不管怎么样的，就是不要给别人就是看不起我们的，就是哦爸爸往生的，妈妈教不好的，一定要做得到。然后我们就是5个姐妹就是有愿意有同意，就是有同意我爸爸就是 OK 的是，如果不管怎么样的，我们5个姐妹的一样的，就是看到困难的人一定要帮这样子。我还没开门就来了，妈妈等一下要来吗？我不知道嘞，要等一下。开店的是真的很麻烦，还想东想西呀。我今天生意好不好，还是少什么东西还要补，就很复杂啦。我想着哦，简单的就生活就好了。我有一个卖面那边啊，我叫她干妈，每天的早上我去上班，她也没有看到我，然后晚上回来她也是关店的，然后她就是自己跟我讲说，你为什么不开一个杂货店？嗨。好，没有美国香菜的哈。我今天菜那么少啊，因为这边很多那个移工啊，然后他就是帮我找一个点来开店这样子。然后我开第2间的，就是钱不够嘛，然后我就是跟他讲说，我开第2间的钱不够，然后他就拿100万给我，有啊，酸辣汤饺有啊。我用台语讲，我就袂晓讲国语。我甲伙仔熟识10年啊，我是伊祖母厝。伊头摆时我阿姨你甲斗找厝好无？我讲好啦，我甲伊斗找厝。我甲讲遐一间要租人，我介绍伊一间，伊讲即间的厝主毋爱租伊，厝主哦，thương人，真歹，叫伊搬就搬。我看伊可怜啦，我紧甲找厝互伊住，找伊住迄间，就互恁迄感觉录影迄间啊。整理好时，伊就搬过来住，搬过来住，伊就敢若讲。做一个小生意啊，摕物件倒来厝里摆摆咧，伊摆伫内底啊，无人看啊。我看到的时候，哎哟，有影就着遮一间杂货仔店，真细间啊，卖几项啊尔，伊也卖无济。我讲阿辉哦，你来甲租一间好无啦？煞来外口较人看。因为妈妈我毋知影厝主啥物人，阮囝就甲敲电话，互伊甲伊讲。尾也租起来，租起来外口创，伊讲伊无钱，妈妈就100万。人趁钱现原哦，一家细细，咱嘛一家细细。我是看伊乖，爱讲无你我做妈妈好，讲好啊，互你叫啊，安尼，你叫伊拢叫妈，就大家做亲切。他是鼓励我，他说是想是我。去外面当然就是有老板管啦，
就是他说不要看老板的脸色啊。你开这个店就是可以在家里照顾小孩，可以就边顾店边照顾家庭这样子啊。我们是在这边吃饭嘛，跟我们一起吃。我不吃。阿辉要夹菜，他吃饭啊，我们没有卖饭。我不吃。他吃汤。以前都是每天都是1碗饭，现在都是1餐的半碗。你等一下要出去吗？明仔载3明天去3天啊，去玩啊。我明天回去越南了。你哦，对呀。去几天？4天。4天哦。1年的我最少的回去6到7趟。不是回去玩的，就是我们回去，假如是有人受伤啊，要坐轮椅的，我就是退回去。然后有的回去就是帮忙我们越南那边的困难的人，这样子。我2个姐姐，大姐跟三姐都有来过台湾。我大姐69岁了，三姐是60几了啦。因为她在越南那边还要帮忙那个我们困难的人的，她现在就是很喜欢去帮忙了。她是想是如果来这边的是浪费他们的时间啊，对啊。就开始够了。对呀、快6点了。到哪里？这里到哪里？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容易差档啊，哎呀，来回的话差不多超过8、9个小时吧。像今天的话，我们是跑差不多3个地方嘛，对吗？3个地方，你如果算加起来2个小时，然后去苗栗，可能也要好6、7个小时吧。中间不休息。几乎很少。大哥都开这么快哦？啊？不是开这么快啊，是有些路段哦，没有车，我们就稍微速度稍微增加一下，不要说快。算他的啊。当然是算我的。因为他的车子是他名字啊，当然算他的啊。还有去竹山啊，去种法，还有鹿港，还有西螺，我想，因为他们移民署中有休息的时间，唔係講喺大概3個原因，可能還有其他別的團隊帶來，所以說，我就盡量說，如果時間允許的話，就稍微趕一下這樣子。因为我个人就是想说，就是比较安全呐、就是开是如果是110、120还 OK 没问题，因为如果开到130，假如讲不好听，在路边有遭到的要花钱呢。对呀、但是我们不是讲，就是讨论，就是讲一个事情，就说，你不要开那么快了，开那么快干嘛？这样子。因为我做这习惯的，就是没问题。如果是有载他们的，有的他们会晕车，一定就会想吐啊。他在这边出来，哪里？下来，先练呢。老公，你在后面帮他打开一下。还有吗？好了。你停到旁边就好了，老公，我进去带他出来。好。没看见了，现在我们去4樓啊。我們都沒看到人。trời tìm muốn chết không thấy đâu. Làm chị chạy vòng tìm đi không chạy lại. 就是假如今天他打电话给我说明天要去自首，我们直接到他转那个地址到他那边了。有的不接电话，要是关机还是封锁；有的就是打有接，他就讲说他不去了这样子。因为人都很难讲，
一下就要去，一下就变不要去。我没办法，就是逼着他一定要去的啊，因为他的自己不去，我也没办法。有了，上次公园见。哎，你们这餐可以放在行李吧？借我餐，你看借我餐。没关系啊，那个差不多很快就到了。在600公尺处向左转。在600公尺处向左转。Cho bên hả? Lấy cái giấy cũ ra. Hảo. Hảo, 谢谢. Hảo. Ở ngay đồn cảnh sát luôn, nó ra mua cơm làm cho bà chủ nó ra mua cơm, nó biết bất hợp pháp rồi mà nó không bắt, nó không nói gì cả. Chắc chủ nó quen rồi. Những đợt cơm đâu mà ăn cái gì? Quên, chưa, kênh 7 ấy. Kênh 7. Nhưng mà chưa phát đâu, người ta còn lấy dài lắm. Đây cả bộ phim phóng sự cơ mà. Đúng rồi nhỉ? Còn trước đi tiệm vậy đấy. Có cái đùi gà đi mày. Ăn đi, có gì dùng đấy. 就是他们还没自首的啊，在车上的时候一定他们有压力啊，不知道在路边有没有警察拦下来，还是移民署抓了啊？他们都是还是很担心啊。到这里那个压指纹压好了，移民署在办了，他们都轻松很多了。对啊，你可以问直接问他们啊。我可以回答。对啊。我来5年多了。 Là trốn bất hợp pháp bao nhiêu năm đấy? 我出来2年了，快2年。所以等于是3年签证一过，你就去非法打工这样。对啊。所以很辛苦。Anh đi, ngại anh đi. 没有很辛苦，没有钱啊。做那个工厂币啊。去công ty mổ trắng bi.薪水又比较好。 Tiền lương bao nhiêu? Cứ nói bình thường sao mà. Nói tiền ta chỉ 还没有就5000块。哪有？5000块我这大概2000多了，有了2000多有了。所以家里的人是知道你是安全的，对不对？对。啊，不是不见啊。有一摆啦吼，去通知诈骗保本机。 又是甲讲带离开托咱的医院，医生已经发出那个病危了啦。然后他就透过他朋友找他不用蹦蹦。他是从4楼的掉下来1楼，然后他的头部分这边全部都凹进去。他的家人都很辛苦，没钱可以来看小孩。然后我家里的全部都用我家的，连到他的。 办那个资料跟那个机票的钱，全部都是我们家里付。然后他就是他爸爸到那个机场，桃园机场那边，他说我跟我老公去接他。就是当场看到，就是应该说看到我跟阿花姐在那边等他，啊，他老爸就当场就下跪。其实这么讲，我那时候也是觉得说我们真的是。 做不了，不好意思，我觉得说我们真的是做的是有值得这样子，对，不好意思，我还记得的很清楚，他是手会动这样子，我说，哎哥哥，那你儿子他手会动了，然后他还不相信哦，他说，怎么可能，我都没有看到，我说你慢慢的等一下，真的，后来的他手也动这样子，然后后来的他就是。 慢慢的活起来。
ăn gì chưa? Chị ăn rồi. Đi qua Mai để tí nữa ở bên em vào đấy luôn không? Ê, Mai bên này đóng cửa à? Mai ơi! Đâu rồi người đẹp ơi? Người đẹp ơi! Ra đây đi! 他是教书啊，就是假如是嫁过来这边小孩子要学母语啊，还是来这边工作的要学国语啊、学字啊这样子。这个也是一样，我们团体。是发现的那个是病毒的时候，比较很少来到那边。但上次还没有病毒，那个常常来他的那边。他现在。他做口罩的时候，他都帮我很多口罩，就是发给我们那个不合法的义工。因为以前的口罩，你们台湾人不是口罩很缺吗？然后都没有什么口罩，他是在公司，然后就是帮我买，然后他就送我，他没有算钱送我然后我就发给那个大家这样子。xa quê hay là gì đấy, nhưng mà vẫn kiểu như vẫn muốn là kiểu như là có một cái kỷ niệm đến cho các con mình ở bên này ấy, là vẫn có nguồn gốc bố mẹ ở Việt Nam chẳng hạn thế. Ê em Hiền ơi, ngồi vào đây Hiền ơi. Yêu tha sư cho phóng miên trò rồi mà. Đây em ngồi vào đây đi. Không em ngồi vào đây đi, cứ ngồi vào đây. Ngồi đây. 看我们的是6月1号，因为是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在越南都是有儿童节的，就是给小孩子快快乐乐的一个事情，带老公小孩子来一起，我们就是给他一个纪念的，就是不管是我们在哪里的，就是还是一样要想到那个我们自己的国家那边。也可以是办活动，让小朋友让学习讲越南话啊，还是讲故事啊。我嫁来这边是大概是13年了，然后我5年上班是18年这样子。早上我去学校教课，教那个教越南课，然后回来的时候是晚上是教中文的，然后中间的是我做的工作这样子。认识那个时候是本来是只是买东西，去那边买东西。然后那个时候他是一边是卖东西一边是顾小孩，那我觉得他是得算很认真。你去赚钱，我也要去赚钱；你要照顾家庭，我也要照顾家庭。但是我的心还想去帮别人，变成我的工作，我的能力要多1倍、2倍、3倍。我觉得他很认真啊，照顾家庭跟才够那个心能力去帮别人。每个人不管他来这边还是来这边工作。坦白讲都没有经济跟朋友，没有得好。ngồi đi。昨天你去哪里？昨天去南投的医院啊，有一个男生啊，他是他的牛的，就是脑好像是血管破掉了，就是1个多月，一个好像40几天了。费用120几万，健保、劳保什么都没有，自己自费的比较贵。我是以前来这边当工人，我才是很了解工人的想法。第一个是每个人来这边上班都是为了家庭，然后第二个是如果工作不稳会很担心，然后走到底是淘宝也是想赚钱帮忙家庭。我们越南现在在这边60几万了，嫁过来还是一共去年就50几万了，今年有可能60几万了。因为现在薪水好像涨好几倍了，就是好像2万5还是2万6，因为我现在没有工作，我不太清楚，就是大概是2万5到2万6。有的想法都不一样，有的就是他很是认真好，慢慢的在工厂上班，因为比较稳。不会怕什么，如果是生病有健保、劳保可以去看。有的时候赶快出来赚多一点，然后早点回去。nhiều khi chỉ không ăn nhưng mà chúng nó không biết rang, chỉ phải rang cho chúng nó ăn。因为这个照顾阿公阿妈薪水比较低嘛，所以这个
家里需要用钱的，赚太少了，所以得想办法出来的。对，台湾现在可以14年嘛，对，我就超过了，我已经20几年了。以前我来台湾第一次，然后我被抓回去了，然后我要换一个名字才能来台湾，这是不对的。就是为了生活嘛，所以我们要跑来这边那么远的，要改善生活的，可以养孩子、练树啊，还有盖房子啊，就是这样的啊。我来台湾的时候啊，我3个孩子嘛，老大才12岁，老幺才8岁而已，7岁而已啊。所以现在他们都长大了，有一个博士了，2个大学了，大女儿还有女婿都是博士了，都是银行上班的。现在我都为着孩子，所以跑来这边上班的。所以他们读博士、读大学的学费都是妈妈的，都是妈妈，都是我的。当然了，每个人都这个那么想的。因为每天都没有看到他们慢慢长大，当然会啊，很想。我来台湾15年了，我结婚了，就是感觉大家家里没办法过，就是要让我要让就是要过来，要赚钱。刚过来的话薪水比较很少，就是人家扣来扣去，我们还有几千块而已。从我来过这边就是那一段时间就几千块而已。我去打工10几年，14年。弟弟妹妹长大了，他们自己有赚钱了，爸爸妈妈还健康，就回去看他们一些，很久了，就喜欢看到爸爸妈妈一下，看他们就是大岁了啊，跟我们活也没有多久了，就去看一下。好住了，好住了哎，快来吃饭喽！thôi。还是一样会选来台湾的，因为住台湾这边都习惯了。因为我自己想的是台湾的环境还不错啊，生活还是 OK， 就是没什么问题。就是比我们越南那边真的好太多了。来台湾20几年了，我现在的真的是每天的很早就起来，很晚的才回去，真的觉得是真的很累。我希望就是能帮多久就帮啊。就是假如是身体比较没办法走路，可以坐轮椅，还是会打电话、会讲话，我还可以帮忙啊，这样子。我叫陈世花，我来台湾22年了，我很开心是在台湾，我帮忙很多我们越南的同乡，然后很感谢我老公的，就是有愿意跟我一起帮忙，还有很多台湾的朋友，真的是很感谢你们的。这是一段时间在台湾，真的我很感谢。也很感动，过得很幸福的，真的很感谢的美丽的阿花。我在这边住得很好，也是他照顾得很好。阿花，谢谢你，就是这段时间你好好的休息，我谢谢。阿花，你这几年来帮助你们越南的同乡非常的辛苦希望你要保重你的身体健健康康的，长长久久的。老公永远是爱你的，